找到你的平衡，身心靈。每個鮮妮雷德產品都係基於一個簡單而強大嘅理念，將傳統東方醫學同先進嘅現代科學相結合，我哋稱之為再生哲理。My philosophy of regeneration reflects the core concept of my knowledge and belief, and it's a blueprint behind every Sunrider product. 陰陽嘅原理係指萬物嘅存在皆係不可分割兼互相對立，例如光與暗、老與幼，兩種相反嘅事物同時又互相吸引同補足，從而創造平衡。呢個哲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紀，甚至更早，係中國哲學、東方醫學同鮮妮雷德再生哲理嘅基本概念。當你適當使用最優質嘅天然成分嚟營養並清除體內嘅有害化學物質、人造色素、香料同防腐劑時，你嘅身體就會達至平衡。平衡嘅身體就係健康嘅身體。鮮妮雷德嘅再生哲理包含4項關鍵原則：一、營養加清理等於平衡。鮮妮雷德嘅產品能營養同清理身體，以促進平衡，目的唔係治病而係預防。二、食物而唔係化學物。身體嘅構造係為咗識別食物而唔係化學物。添加劑、防腐劑、合成維生素同礦物質都係同天然食物無法比擬嘅。鮮妮雷德提供源自全食物嘅濃縮營養素，具有完整嘅生命結構。三、多樣化。身體需要唔同種類嘅食物，過度食用其中一種食物會導致失衡，甚至會損害健康。鮮妮雷德食物採用多種精選天然成分製成，以提供最佳營養。四、配方同濃縮嘅專業知識。為咗生產全食物配方，鮮妮雷德開發咗業界專有嘅獨特生產流程，能夠有效咁提取同濃縮材料中嘅有益元素，同時盡量去除冇益嘅元素，確保咗產品既安全又有效。我哋可以通過營養同清理嚟達到平衡。當我哋嘅身體達到平衡時，健康嘅思想同心靈就會隨之而來。透過鮮妮雷德揾到你嘅平衡。